前为止啊，还个是互人感觉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一个宗教信仰，非常神秘，真神秘。感觉讲这个宗教到底是咧创啥？伊传的是啥物物件？伊做的是啥物工课？感觉奇怪咧，有当时还佫足用诚心邀请人去看，有当时还佫无爱人知影咧。所以，有社会人啊，是各位有看到电视的人啊，应该会感觉这一贯道啊，也感觉足神秘。但是一贯道，互人会感觉啊，历史以来啊，几个10年来，咱对民间的误解。甲政府的改进，这段真辛苦的路程啊，大家咱行过。过去一贯道，互人批评，互人指教。上好听讲压两道，上歹听讲赚3顿块咧摆。这是一贯道伫民间人误解诚深的所在。但是各位，对咱的政府，对咱的民情，对咱的风俗，是绝对无用阮讲。车身裸体来拜拜，这无可能。尤其一贯道的道亲，真容易啊去渡人，渡人就是讲带你的亲情朋友，带你的爸爸妈妈来就道。咱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吼，要做妈妈的绝对无讲头壳歹去带查某囝来遮吼，车身裸体拜拜。这是上帝会当为咱的证明讲，一贯道会通讲咱车身裸体咧拜原因啊。就是因为咱咧传三宝传法的过程内底，袂使互看，袂用咧互知影啊，所以人出外口就甲咱风声，为什么袂当看？其实在历代以来啊，传法拢是秘密的，传话是秘传的，这是为家来。那因为咱这个道啊，有咱的艰险，拢是为大陆啊，千辛万苦。从咱师尊师母代表过来台湾办道，来传道，所以就沾染着就是讲大陆甲咱台湾的这个色彩，所以政府甲咱禁止真久的时间。不过针对这个课咱一贯道内底讲这课，就针对这个课也袂歹，安那袂歹讲因何结合，因为久报纸就甲咱宣传，迄种唔免开广告去的，但是。对嘛久就甲咱报讲这一贯道我用掠着啊，一版拢爱几落万呢？即回咱报讲建筑落成敢若牵一版就要30几万呢，甲咱牵几落工拢免钱，看咱6年来我趁偌济，你甲想看嘛？甲咱趁这广告费趁不少。所以咱伫咧传道，咱伫幕后非常的辛苦，伫咧做，目前有政府嘛，因为伊请者去牵报纸咱嘛诚出名。虽然大家一知半解讲这是一贯道，是压两教，是车身裸体咧办，迄拢无红，迄甲咱的修行拢无关系。咱嘛是照常为20-30当以来修行修到遮尔好，对社会嘛是热烈伫咧贡献啊。咱就因为报纸刊，因为人批评，因为人讲，大家无了解，咱就无做，无啦。咱共款足认真伫咧做，这是咱爱认识的讲，一贯道伊哪有遮尔多人咧信仰。一贯道伫这个社会扮演的角色，哪有遐多人认同？那一般社会讲信徒哪会遐多？这拢是一贯道有内涵，有好处，大家才咧信。不过在座各位道亲咱要知影咱一贯道为民国76年，就讲用政府立案了后，那么咱就为幕后行向无前。过去若讲食菜，若讲修行，爱讲较细声淡薄。咱若去无素食馆的所在食饭，若要共买一饭买一菜，讲你哪安尼食？无啦，我食菜甲食菜无啥共款。食菜较细，食菜较大，你知无？即摆咱拢讲食菜。较早若人去做兵，还是去创啥？去倒位参加活动，讲你信啥？无啦，我都信佛教。上古早讲话做信道教，因为咱古早伫咱理事长经过上专员代表伊甲咱有参加道教会，所以上古早咱是道教，也未改进以前，咱就挖过一站道教。所以后人讲咱是佛教咱讲是道教，其实在拢毋是，咱叫做一贯道。咱现在为无情行向
无后行向无前，就向头前来推演，所以才有今仔日这个讲座。希望讲透过这个录影带，希望透过咱这个讲座，互咱的社会人士知影咱一贯道是啥物物件。但是在座各位你一定要会记哦，要互社会肯定咱一贯道，要互社会知影咱一贯道的好处哦，上简单的一条路，上简单的一个速度，就是讲咱家己家己做好。咱家己家己受啊好，咱家己甲厝边做条，安尼甲斗啊好来，安尼吼，安尼就一贯道咧推动就紧啦。各位讲座的人，各位恁有看录影带的人拢同款吼，可能你的厝边做条，拢有一贯道的地主，有一贯道的道亲。啊，你若听到道亲，看到道亲讲，哎哟，这个人都袂歹，有影人因信迄吼修养袂歹。啊，你若一讲甲毋甲人做到，烧麻冤多面济吼。伊讲啊，我看迄道吼，你讲什么一贯吼，一贯道吼，我看是差不多啦，无偌济啦。但我也办餐厅啦，人我无信别行，也无咧创啥，也无咧食菜吼，修养也无比伊较差。所以这个啊，可能一个误解吼，因为都是真宗教的，都是真知性的，毋过个人的修养吼，也佫有差别。所以我希望讲，咱的道亲咱在做吼，一定爱安那。家己本身受啊好，啊佮甲厝边做条吼，啊下来，安尼这个道啊，才有法度咱为无后行向无前的这个当下，人才会甲咱成立。所以咱三宝传法内底，咱讲这个合同安尼考啊，这个合同考起来，或者圆满啊，或者有家拢合适，咱安尼嘛合适啊。不过咱这个合适是安那，伊个圆融包容。咱若袂晓圆融甲包容，咱这一贯道，你安那向无后向无前，对无后向无前去推动。这是足要紧的，所以咱即马出门，咱爱谨记在心。尤其咱若穿这恤衫吼，足新式的，足奇怪，人会拢甲你问讲，啊你是保险公司的哦，啊你是毋是保险公司的？我毋是咧，我讲做上天的保险公司啦，上天的保险公司你知？因为咱求道有啥物好处？求道的好处就是讲，会超生了死的道在听咱嘛，这咱大家拢知啊。会互咱内心灵的内在得到解脱，会互咱这个身躯的本性元神灵魂解脱，或者超生了死。啊，会互咱的这个在世的灾劫灾难，会当透过咱的信仰、咱的主神老母娘、咱的本尊弥勒佛、咱的真济咱有敬仰的神，甲咱庇佑、甲咱化解。啊，透过安尼，咱若无做好，哇，啊就麻烦啦。所以这个咱民间唔知影，咱大家爱来推动，为咱家己做好上要紧。所以对于民间的误解也好，政府的改进也好，这几年来，咱大家拢对于毅力做。那佫有一点就是讲，咱过去是啥？过去拢是日日经营啊，日日经营就是讲点点啊来做。过去咱啊有去鼓励伊，有去养老院。有去社会公益团体，咱若去捐钱，嘛毋敢写一贯道呢。安怎你知影无？因惊掠啦，我嘛毋敢啊。过去我嘛毋敢，我嘛写我的名，写公司的名，我嘛毋敢写一贯道单修名，甲遐好大，怎么写安尼良心就来掠去啦。但是政府改进了啊，咱社会肯定，所以咱就公开来活动啊，公开活动做了足侪工课。所以在座各位，咱诚心的捐献啊，咱若有伫社会做公益事业，一定爱办一个一贯道总会，一贯道总会，代表我们的团体，代表我们的道，代表咱的道，代表咱的团队，安尼才合作真正日日经营啊，以至于甲啥，甲合作整体性的观念，整体性的推动，那么才会当得到社会的领导，这是许啊，为再来做开头。但是各位唔通袂记得讲，这是咱的尊贤，是咱的真民大德啊，非常的辛苦，从咱师尊师母的大德为大了为大了，以至甲来台湾办道，非常的辛酸苦涩，费肝换来结晶，咱爱来珍惜。安怎讲爱来珍惜呢？咱若无珍惜，社会人无甲咱认同，咱的家庭无甲咱认同，
咱的修道无人甲咱领导，各位，安尼这修这道啊，毋是一贯道，或者咱台语讲啊，这高屈道啦，高屈道恁知无？修到高屈，啊，无亲情，也无朋友，吼，也无厝边，也无隔壁，啊，50、60亲情，80、90岁拢无啊，剩咱家一个安尼的时阵吼，那这就很麻烦了，哦，就真麻烦。咱一贯都是一个真宽容、真包容的宗教信仰，哦，希望讲咱安家来延伸着咱师尊师母的代表，延伸着咱前贤的辛苦的迄个结晶。安尼，咱向社会来讲，咱一贯都是好，人会尊重；咱向社会来讲，咱一贯都是赞的，人会甲咱认同。啊，那么安家，咱好好来甲伊珍惜，这是足要紧。那么再来就是讲，虽然咱是公开，虽然咱是已经伫社会啊有淡薄啊这个或者名望啊，尤其最近咱的道场啊。一直听到咱政府的首长种种来甲咱活动啊，哇，感觉名声真好。不过社会人士对一贯道的宗旨、甲伊的活动内容、甲伊传发的内涵，也是一知半解。真侪学者你甲讲一贯道，哦，真侪学者你甲讲一贯道，伊讲哈，一贯道听说过，捌听过，啊，伊是咧创啥？哇！有当时啊，咱嘛才临时哦，向阳说毋知要安怎甲伊讲咧，讲一贯道是安怎？向阳要甲讲就讲一贯道是安怎吼？啊，照咱一贯道的宗旨安尼甲伊安怎？甲伊念互伊听，啊，正天道无神灵，讲修无，念了后听伊讲怪怪啊，你来信到遮尔啊，或者机械化吼，科技化，啊，其实在希望讲今仔日借这个机会。啊，做这个讲座，做这个录影，会当咱啊，会当来讲咱一贯道的内涵是啥，讲咱一贯道对社会活动的情形是啥，讲咱一贯道伊伫咧传发的过程又是啥。好，那么首先就要来甲咱讲的讲一贯道的名称，一贯道名称按倒来，一贯道的名称啊按2条线索来，两条线索。对文化传承来讲，文化传承来讲的话，伊是按孔子甲颜回啊、颜夫子的一个对话来。有一天孔夫子叫颜渊来啊，伊讲这个我道一以贯之，啊，这句话伫书都真出名，啊，时常互咱一贯道的弟子啊提起要讲的讲一贯道就是我道一以贯之，但是。这个是伫文化传承是对的，如果你传发的传承内底啊，伊也有淡薄仔缺失。缺失的所在就是讲，这几千年来，毋是一贯道一直传来，是伫16代祖才传来。这是伫文化传承上是对的，传法的传承上啊，还是有缺失。所以就要有一个伫一个素珠啊，专门做政府办的这个讲座啊，拄着王邦雄教授。他每一次伊就讲，伊讲足奇怪，一贯道的弟子来到我研究四柱这个条目啊，就提讲我道一以贯之这个题目来问我，啊无就问讲表文道十四可以安怎讲？伊讲足奇怪，这一贯道的这个信徒弟子才会拢安尼，这就是咱对这句话啊有一知半解。啊，这句话是不是成立？可以，如我后啊拄则有报过啊，讲就传承上或者啥。传承上或者文化传承是合理的，但是传发上应该按个深入去了解，安尼才有个真正了解。那么这一贯道为倒位啊来，哦，为倒位啊传承，就是为15代祖，哦，清末明初啊，哦，咱的这个民国初年甲清朝末年中间，咱的15代祖王杰一啊。咱一贯道传承内底15代祖师王甲一，目前伫学界学界啊，对咱师尊师母无印象，因为咱师尊师母无地藏，
没有著作书本呐、没有书本经典流逝。唯有做译作近代有关咱一贯道的政策啊，就是15代祖师王家己，伊中有注理数合解、历年夜历历年日历，还佫有一贯探源谈经录、祖师48岁，这种种这典籍，和学界真认同。所以目前有研究宗教的学者，若讲王朝伊讲历史好就是比这支的，伊讲一贯道有真济理念会使伫这个所在徛会条骹啦，国语讲叫做站得住脚。那么伫一贯探源内底有讲一句话，讲吴太皇三绝一贯。吴太皇三奇一贯，所以名这一贯道，它是在传道。那么这吴太皇三绝一贯又是什么意思？吴太皇三绝一贯，才会当展现着咱佛堂的设备。咱的佛堂设备有无？咱的武经或者武极兵，咱的迄边花兵或者啥，或者太极兵有无？咱的这边这花兵或者强天的兵，其实咱唔是在强天或者皇极，皇极是皇帝的皇才对如果您以前有讲强极，都是讲唔对的，要改进，要改进。那么吴太皇三绝就是武极、太极、皇极，甲伊串做一伙，或者一贯。就是讲，咱这个道是安怎来？为天、为武极理天一路来到人世间呢？这个一条金线贯穿落来，安怎做一贯道？要安怎来理解咱传法的过程就无瑕疵啊，就无弊病啊。安尼社会若要咱要互社会人士知影，尤其咱在座有看到录影带的人，要了解一贯道，一定要为这个所在入手。来了解伊的精神甲内涵是啥。咱武极就是讲武极理天，武极理天，即讲无形无相、无声无头的所在。若气天就是讲咱看会到这个看会到这气象界，看会到这个咱要包括星球这拢是。皇极咧，皇极就是咱这个所在，地球的地方宋朝理学家就把这个所在讲叫做皇极、皇极，皇极就是有形有相。那么为武极、太极、皇极会当来做成讲三绝一贯，甲理天、气天、强天安尼串联起来，就是讲咱的本性来自理天、武极，来到经过到气天，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历史去。如果会当经过一贯道的名师传法，一个三宝了后，伫这个皇极来修持，会当会当反其入理，反其甲这个气病把咱这个所传。